本节目由爱你10000年不如借你10万元的前站 APP 特约播出。大圣，你这个样子的话，你自己也撑不住啊！我若波罗蜜。你找你的负心汉，我找我的心上人，你干嘛要跟我纠缠啊？时至今日，只有将你二人卷作灯芯，共用一具肉身，今生今世无法再与对方为敌。让我去帮你救人，做你的春秋大美梦去吧。贫僧今天一定要将你度化，祝你早日转世为人，在下刘居啊！不要害怕啊！嗨，交个朋友啊，怎么称呼啊？不如我叫你小绿好不好啊？小绿啊，我知道在食物链上面呢，鸡居是在你之下的，你把它吃掉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。但是，在大千世界里面，我们能够相遇就是一种缘分啊，有缘呢就有福报的了。不如我们放下自然规律，交个朋友啊。千里难寻是朋友，朋友多了路好走。一程相待，心诚则灵，让我们从此是朋友。哎呀，小绿啊，我看你身体的律动，你对音乐也很有兴趣，音乐修为也很高啊。不如你跟着我的节奏，我们一起唱起来啊！千里难寻是朋友，朋友多了路好走。天上一只猴，地上一头牛，是猴大了牛，还是牛撞猴？天上那只猴，地上那头牛，是猴大了牛，还是牛撞猴？如果你觉得你很牛啊，你就很牛，不牛也牛。如果你觉得你不牛啊，那就别说，低调不错。天上一只猴，地上一头牛，是猴大了牛。高山流水觅知音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这个地方可以遇到你们两个，实在是有缘啊！哎呦，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，又是时候讲拜拜，我真的是要去找我的徒弟孙悟空了。小绿啊，你记住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啊！爱音乐的人，爱音乐的蟾蜍，他的心底一定不会坏的。答应我，不要再做坏事情了。你要记住，你的这张漂亮的嘴巴是拿来唱歌的，不是拿来杀生的。记住了。记住，你走了，你放心走了，小绿妹妹不会伤害你啦。哎。小绿啊，说到做到啊！啊，再见啊！真的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当初要不是因为孙悟空，我就不会被驴子精追逐，就不会跌落在这古墓里，也不会结识这么多的好朋友。孙悟空，是孙悟空害的你。好啊，你是我的恩人，那我就替你报仇，杀了那个孙悟空。谁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，就是我要找的如意郎君。哇，真的。
想要拔出这紫青宝剑啊，要完成3样考验，分别是覆水重收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。哇！这天界有多少本领高强的神仙，都通不过这3关，拿到紫青宝剑。更何况这些凡夫俗子呢？哎呀呀呀！神仙怎么了？想要通过这3项考验呢，是不能依靠任何法力的。在真心面前，人神是平等的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这3项考验？我是黑山老妖。老妖？对，酷吗？看到我英俊的脸庞没有动心，听到我酷炫的名字没有反应，难道你已经有了心上人？我有没有心上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，我都会嫁给他。但是我看你一脸轻浮，根本拔不出我的紫青宝剑。好，如果我能拔出紫青宝剑，你当真会嫁给我？我失败了，我明天再来。姐姐，晶晶，你终于修炼成人形了。是啊，这可多亏了唐僧呢，他帮我超度，我才能够修炼成人形。这个唐僧真是啰嗦得很，不过心地还挺善良的。要不是有他的帮我，啰里吧嗦的赶走那个蟾蜍精，可能这500年我都要被关在这古墓里了。姐姐，我们都已经在这古墓里生活了几百年了，这几百年，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我希望我们出了古墓之后，还能这样一直相依相伴，永远都不分开，好吗？你放心，有我春30娘在的地方，就没有人敢欺负你。那你接下来要去哪儿啊？都能离开这古墓了，当然是到大千世界去好好闯荡一番了。那我也要去。哎，但我还有个当务之急的事情要去办。报恩。刚刚我听唐僧说有个叫孙悟空的，害他遭此劫数，我要去找到那个孙悟空，替我们的恩人唐僧报仇。那我一起去。不行，你还不能出去。你听我说，你刚刚修炼成人，功力尚浅，如果出去，难免会有一些激烈的运动，我怕你身体吃不消。你留在古墓，好好等我回来。等我回来之后，就来接你出去。好吧，那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哦。你放心，等我杀了孙悟空，即刻回来找你。到时候我们姐妹2个人一起出去闯荡江湖，怎么样？我等你。好，乖乖等我啊。
到底能不能拔出这把剑？臭男人，你想干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拔出这把剑。拔剑？就凭你也想拔剑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活在这世上，就没有人可以拔出紫青宝剑。你不是就是想让人拔剑吗？绝对不可能！不想死的话，赶紧给我滚！白天让人拔剑，晚上就不让人拔剑了，真贱！难道我没有非礼他，他生我的气了？没用的东西。昨天晚上行事冒昧，多有得罪，望仙子海涵。昨天晚上，我昨天晚上回去之后，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，决定脚踏实地的放马过来。让我再试试吧。瞧，这就是我覆水重收的办法，水都接住了。哇塞！靠你这个办法都可以成功的话，我的紫青宝剑不早被人拔烂了。就是嘛。既然你我郎有情，妾有意，你就不要制作那个考验了，直接让我拔剑试试吧。郎有情，妾有意，谁呀？你跟我吗？对呀，你看你聪明、好看、活泼、善良，所以我很喜欢。可是我不喜欢你呀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你看我也是聪明、好看、善良、活泼。是这样的，喜欢一个人呢是不需要理由的，那不喜欢一个人呢也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我会功夫，我可以保护你呀。我还会唱歌呢，同情。不好意思哈。我还会说笑话。哎，话说从前有一个狼宝宝，他生下来不吃肉，只吃素的。他父母很着急，结果有一天，狼宝宝追这个兔宝宝在跑，父母看到以后很欣慰，然后狼宝宝对兔宝宝说：“把大葱给我交出来。”啊！我已经这么努力了。你还是不喜欢我？对不起，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他不需要看你打拳就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只要有你在他的身边，他就什么都不怕。他也不需要你讲笑话逗他开心，因为他只要一想到你呀，就会开心的笑出声。你开心的时候，他也开心。你难过的时候，他比你还要难过。在他的面前，你不用做任何努力，也不需要小心翼翼，因为你知道，他一定不会离开你的。哇塞，你的眼睛在放光哎！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？跟你说啊，你总有一天会遇到的。
很高兴认识你，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紫霞仙子，我忘了一样东西拿。不是说了吗？不想死的话就快点滚，还敢来？我是说我有样东西忘了拿，我把我的魂儿丢你那了。混蛋，又是个泡妞的。奇怪，我昨天明明睡在客栈呀，怎么一醒就到郊外去了？难不成我梦游了？至于吗？我就喜欢他，他用得了动手吗？动手就动手吧，把我打成这样子，我从来没这么软过。哎呀，哪有这样的遭遇？你们评评理呀！喂！哇！你的脸怎么了？我的脸怎么了？我有点事，我有点先走吧。哎，别走！哎，你们谁来啊？哎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回来！别走啊！哎，他们这都是怎么了？你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我干嘛打你啊？我是住在这儿紫霞呀，你不认识我啦？啊，姑娘，我看你还是别住在这儿了。我看这儿不会再有人来拔剑招亲了。不过我听说最近有一位情癫大圣，他对你的心思可是了如指掌。这方圆几百里的姑娘都对他一片痴心，你可以找他试试看啊。情癫大圣，哼，凭什么呀？他凭什么叫大圣？哟，姑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他来头可不小。他乃是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是现如今流连于温柔之乡，故而改名为情癫大圣。你说他是谁？情癫。前面的。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大圣啊，他在哪儿？他在花果山。花果山？哎呀妈呀，花果山！不行，我得先去个地方。这位姑娘需要点什么呀？紫霞仙子，你又来干嘛？送上门的生意你都不做，懂了。亲，需要点什么？我就是号称人妖仙3界最大的购物平台，叮咚！我们的口号就是“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们找不到”。我最近啊，一到晚上就会睡得特别沉，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无意识的从一个地方突然到了另一个地方。你有没有治这个东西的药？当然有。等一下。等，不魅果。吃下这果子，保证你在黑天不用睡觉，保证每一个黑夜如同白天一样光彩动人，精神焕发。太好了，就是你。等等，仙子你要几天的？1年的。哇，你这当饭吃呢？没这么多存货。我时间宝贵，有好多事情要做，根本不需要睡眠。快。等你到大爷这个年纪，就知道睡眠的宝贵了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3天的量，不够可以再来找我。这个果子可能会有副作用，不能多吃，
啊。哦，不行，3天太少了，你再多给我几天的吧。我这儿有钱。熬夜很伤身体的，你看我这黑眼圈。我们年轻人啊，本来就是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不怕熬夜的。其实吧，我这里还有10颗，我都卖给你啊。对了，仙子，你还需要点什么吗？熬夜很耗心血，来点天山蜜枣吧，会伤皮肤的。来点补水面膜吧。对了，最伤肾，来点6味地黄丸吧。啊，6味地黄丸，你好，他也好啊。这果子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试试看吧，这样我就可以尽快去花果山找大圣。休息一下。站住！别跑！孙悟空，今天我绝对不会再让你逃脱了。大哥呀，我是6耳猕猴假冒的，假冒孙悟空很费体力的，我真的好累呀。追了这么半天，你告诉我你是山寨的，那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啊？快喝了它，变回来。这个月的业绩就靠你啦。红鲤鱼，浪翻我去西西。竟然敢耍我，还好我也有东方特眼。东旁特眼，年轻就要醒着拼。大圣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不行，这么邋遢可不行。有女人？啊？在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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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一瞎子看都看不见，你找什么找？什么在哪儿啊？带有淡淡的栀子味儿，是个情窦初开的小仙。样貌9分，身材8分，这品味9分。干什么？Justin B， 不对，出动吧，情场焚炉焚化。老大，你去哪儿了？不是，我说你刚刚在撒码什么呢？你能看见什么东西？你告诉我来，看见了吗？我过来，借我根头发。你能不能回去洗洗你的头？又脏又臭又油，几天没洗了啊？又油又臭。怎么这么帅是吗？都是特意为你打扮。确实
太特意了。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才找你啊。找我？找我干嘛？因为你是罪有应得，因为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我觉得跟你认识了有100年了，那么久。我对你的爱就像东海海水那么深，思念就像金箍那么紧。虽然只见过第一面，但是一切都感觉像电闪雷鸣般。说了这么久，你叫什么呀？在下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哦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仙子。你有没有觉得我还眼熟啊？我刚刚才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深深地坠入了爱。我的大脑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让我对以前都特别的模糊。爱上你，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开始这段全新的生命？好，那以前的都不作数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你好，我是孙悟空。你好，我是紫霞。在哪儿？现在在哪儿？在前面，在前面。前面。老大成功了！老大，你厉害呀，老大！哇，好漂亮！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我天天带你来这里。落花虽美，但也最无情。落花难以复生，覆水难以再收。有我呢，只要你喜欢，俺老孙能让花日日开，能让水永不断流。哇塞，好大一条鱼！我没有下酒菜了。你要吃它？鱼不就是用来吃的吗？你去哪儿啊？我累了。我这正好有些山珍海味，我们饮酒作乐呀。你们老大我，什么人，什么妖，什么鬼没搞过，是不是？是。就唯独差一个仙呢。只要把这个成就点搞到手，啊，亏待不了。看我怎么搞！瞪大你们的双眼，看好了，除了你这个瞎子，让你看你也看不见。等着啊！怎么样？
萤火虫也太老套了吧？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萤火虫能跟那些小鼠辈比吗？让你见识什么叫萤火虫啊！啊，就这样啊？看好了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哎，好漂亮，哇！说好了请吃饭，菜呢？酒呢？啊？对，我一时尽兴，忘了上菜，正好我也饿，上菜。喝酒可以，不过呢，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如果你回答不上来的话呢，你要自罚3杯。不行，为什么？我有可能回答不上来吗？4杯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孙悟空可以72变，你变一个给我看。咱们今天不是在这喝酒，没法变。你没喝啊？哎，好。第二个问题，把你的金箍棒拿上给我玩玩。你脑子里想什么呢？金箍棒是你这种弱小女子抬得动的东西，拿出来放你手上砸死你。你喝。缓一会儿行吗？不行。行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哇！我吓死我了！啊，辣死我了！好吧，第3个问题，把金箍棒拿出来给我看看总可以了吧？一个毛。对不起，不是里面今天耳屎跟毛交错起来，把它堵在里面了。只有根毛了，你要不？你喝酒。好，第4个问题，说说你是怎么大闹天宫的？大闹天宫，你喝了，我立马跟你讲。说。突然你觉得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。突然又觉得那不对呀，那就不对，对也不对。如果这宝物是想要啊，偏又不要，不要又要。如果这装备不想要啊，偏又要，要是不要。天上一只猴，地上一头牛，是否大乐？怎么样？再喝一碗。哎，大圣，现在就剩我们2个，要不要去大闹一番呀？真希望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这样摸着。我操！你谁呀你？谁让你摸我脸的？老大是我瞎子呀！你不认识我吗？我看你是瞎的不够彻底，要不要我把你眼睛挖出来当核桃玩啊？再给你把手吊起来吊个3天3夜。如果老大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。别再跟我说话了，听见没有？子祥呢？我大嫂去山顶了。山顶？
别再跟着我，也别再跟我说话了，听见没？哦，果然是我的女人，连背影都这么的迷人。哼，哼，干嘛呢？怎么了呀？说，假扮孙悟空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我哪儿假扮？我就是孙悟空。你是孙悟空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我怎么不认识你了？你不就是紫霞吗？还敢嘴硬？那你说我孙悟空，你拿出证据。你昨天喝醉了。我喝醉了，又怎么了？那不很正常？就因为你太正常了。我还以为我摔死了，原来是你救了我。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你要这样报答我，你就把我的彩虹羽还给我。怎么报答你啊？我给你表演个节目看。哎，醉酒睡觉有何不妥？仙子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就是孙悟空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孙悟空帮我做到了重收覆水、起死回生。你就只会让花常开水常流，而且孙悟空和鲤鱼精是好朋友，他从来不吃鱼。他喝醉酒后只会大闹天庭，你呢，就只会昏昏欲睡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拔出拔出了什么呀？不关你的事，反正你就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。原来你早就看穿了。其实呢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是不是很好笑？杀了你这个冒牌货！是孙悟空让我假扮他的。你说什么？孙悟空他临时有事儿离开了一段时间，但又怕仙子找不到他，会担心，所以特意让我在这儿闯出一番名声。听闻仙子听到齐天大圣这4个字便会找来。那你为什么刚见面的时候不说？也是孙悟空让的，他怕紫霞仙子忘了跟他的情谊，所以特地让我来试探一下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行，你就当我骗你，来，杀我来！你如果杀了我，就没有人知道孙悟空的下落。来吧，来。什么？什么？没错，我知道，只有我知道他真正的下落在哪。他在哪？他在……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万一你反悔把我给杀了怎么办？好，你不说啊？你不说，我现在就杀你！我说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得保证不杀我，还要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你先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如果你帮我找到孙悟空，我可以不杀你，而且还可以帮你一个忙。
哎，都听到了吧？啊，如果他敢反悔的话，就替我告昭天下，替我申冤。好啊，如果他敢骗我，我就把你们都给杀了。换回你自己的脸，别让我看到牛大圣的样子。谁稀罕这张脸啊？明明我自己更帅。复活。雨安。